對阿龍 Sir 同埋 Ken， 如果俾你再揀，你想同邊個？你應該問啲咁深嘅問題。我覺得龍 Sir 係一個即係過去咯，即係真心嘅，即係我覺得好難用一個咁樣嘅唔同時間性嘅人去比較。咁龍 Sir 一定係影響 Andrew 最深嘅人咯，即係我自己俾自己設定，或者我睇完個故事之後，我感受到嘅就係龍 Sir 應該係對 Andrew 最大影響力嘅一個人啊。而當佢遇到 Ken 嘅時候，就好似佢自己想做翻龍 Sir 當時俾Andrew 嘅感覺俾翻 Ken 咯。咁所以你話揀邊個，我覺得冇得揀嘅，即係喺唔同時段遇到唔同嘅人。咁 Ken 就係呢套電影現時階段裏面 Andrew 最中意一見鍾情嘅一個男仔咯，係就係咁咯。多謝你。Thank you， 多謝多謝。仲有冇人係第一次睇呢套戲㗎？今日唔係今日第一次啦，係第一次睇呢套電影㗎。第一次睇完個衝擊，可能相對地大嘅，會唔會有啲感受想即時分享俾我哋團隊知道啊？好想聽到呢啲感覺。佢哋好有壓力嘅，我呢家近啲先，係有冇人好想分享？係啊，因為我第一次睇到都坐後少少㗎嚇。係咯。係啊，可能冇知道係有冇啲票場問題或者感受好想分享都得喎？喺呢邊好。你好啊，套戲好睇，多謝你，同埋其他演員，同埋我想問下邱導咧，關於係阿輝仔同埋Ken中間，即係佢打完籃球之後啦，跟住之後再就跳咗落去佢俾爸爸趕咗出門口啦，佢哋中間好似冇咗一個轉折，即係一個 linkage，係咪專登嘅呢一 part？我想問係。係專登，因為每部戲個承載量有限啊嘛，咁又諗翻自己想拍咩啦。如果你就係講個劇情咧，咁我諗相信即係個戲應該都建立到籃球場啦，阿Ken就係跟住會去啦。你有冇呢個感覺啊？係，之後佢會再去啦，咁即係話佢哋會有交往咯。咁呢段所謂留白咧，即係如果要拍就係變咗係即係所謂談情説愛啊，互相即係所謂就嗰啲真係 BL 啊，嗰啲泰國劇咁啊。但我嘅原始想法唔係想拍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就揀咗呢段去留白咯。咁同埋又覺得觀眾都會想像到嘅。咁至於話阿Ken俾屋企趕出門口之後咧，咁阿輝仔喺下邊等佢，嗰度咧其實就係亦都係觀眾點睇都冇所謂嘅。點解冇所謂咧？就係佢哋係所謂情侶味，係戀人味，但起碼佢哋係好朋友咯。即係有時你有個朋友我同阿媽鬧咗交啊，今日唔翻去，唔阻嚟呢度瞓住先得唔得？即係嗰種咯。咁然後佢哋到咗所謂同居啦，其實我都係選擇咗啲關於生活，譬如一個擺攤，然之後俾經濟充公咗啲畫，另外一個係茶餐廳見工，我就選擇咗去拍呢啲，而嗰啲就變咗係留白咗啦。有一個少少嘅追問，係想即係。點解喺籃球場上面係佢唔收佢幅畫，但係會覺得觀眾認為佢哋已經建立咗關係？係即係想問多少少呢樣法。係嗱嗰度即係一場戲點完咧？有時我哋會諗嘅但係亦都有機會出錯嘅。嗱，如果嗰度即係我當其時覺得咧，就係以阿輝仔嘅性格咧，佢都有啲社交障礙㗎嘛，嚴重過梁朝偉嘅。咁咧，所以佢又不善辭令唔講嘢，咁所以佢唔要。咁你 N 喺呢個位好似有趣啲咯，即係會唔會觀眾即係有所謂延宕啊？即係懸疑又好，即係嗰類。咁觀眾會覺得後邊會係人會有咩故事發生啦？係。Thank you。仲有冇其他人？你我想問下，如果最尾嗰剎那家姐落咗去，其實係咪件事就唔會發生咧？係。但係即係戲可以拍兩個 ending，但係人生冇如果啊嘛。咁同埋我選擇咗呢一個即係相對係痛嘅結局咧，即係有時痛反而令人係學習當然唔係唯一方法啦。即係我哋摸個水煲，即係滾水煲熱嘅，以後唔好摸落去嘅。咁而呢個戲就即係都係想
警惕。如果有人好絕望，你要做極端行為嘅時候，其實你會傷到你至親嘅人所以嗰啲所謂無差別隨機性因為講到底，即係我哋拍戲係有社會責任嘅我唔係鼓勵人去做呢啲極端行為。Thank you。我哋仲有冇時間？最後一條啦，好。其實係兩條問題嚟嘅。第一條咧，第一條問題咧，其實係想問我先問咗彭導去飾演嗰個太太嘅角色啦，即係當你知道你老公其實係曾經攣或者佢係 pansexual， 你真係可以心態上係真係可以咁豁得開，可以一齊翻之後，仲要遇到一對啱嘅情侶，你可以好冇嘢咁，即係我覺得嗰個心理嘅狀況係點樣？你點樣 digest 嘅一件事啊？as 一個演員。第二咧就係都想問翻導演啦，就係咪其實做過一啲 research 咧，係真係睇一啲嘅細路仔佢曾經被自己同性嘅 parents 去侵犯之後，佢有可能真係會 develop 咗一個即係基嘅狀態，即係呢個係咪都係有啲嘅根據咧？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好似係咪真係會發生嘅一個現象？首先我當係個劇本帶領我去點樣諗嘅，作為演員，因為係個劇本賦予個角色佢嘅生命佢嘅決定係點㗎，我只能夠去 fulfill 阿麗呢個角色喺劇本入邊，佢係要接受到龍 Sir 佢嘅犯咗所謂叫犯咗一啲我唔接受嘅錯啦，嗰樣錯。咁我覺得我係理解阿麗，但我未必做到阿麗，但我亦都相信會有阿麗嘅人。可能佢未必話俾你聽，但係先唔好講佢究竟係咪出軌定係召妓，或者係有另一段關係。任何你覺得唔能夠接受另一半所做嘅嘢，當你知道咗之後，你究竟係離開啊，定係接受？接受咗之後點樣行落去？我覺得呢亦都唔係單方面嘅。我相信龍 Sir 都有佢嘅犧牲，佢嘅選擇，佢俾到信心我先至可以勇氣一齊同佢做咗呢個5月花嘅燒烤場。嗰度中間已經隔咗6年啦，係咪導演？6年嘅時間係一段相對長嘅時間，當中可能阿麗都有顛簸、有激動，但係慢慢佢會知道我安心啦。咁而家電影呈現就係呢段 couple 已經係一個安心嘅關係。就算佢翻去查案，我會為佢開心。我喺度照，即係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幾穩定嘅狀態，其實係好美麗嘅。我覺得呢段關係唔係好多人做到，但係做到嘅。我覺得就係要 respect 阿麗真係一個好大愛，或者我都相信龍 Sir 係有俾咗好多承諾或者信心佢咯，所以係得嘅。我相信世界上係有阿麗嘅。好咁至於關於阿輝仔即係首先，即係我哋有時拍戲咧，係會攞咗一啲身邊嘅人，even係朋友咁嗰一段經歷咧，即係我一個朋友嘅，但係佢細我20幾歲，但係佢而家咧係同一個女仔叫佢朋友嘅。咁咧，另外再講咧，就我哋早2日謝票，有一個男仔埋嚟，佢就唔係，因為我唔知會唔會因為嗰個男仔anyway 佢就有咁嘅經歷啦因為我朋友我係問過佢嘅，而呢位觀眾我就係窒一窒，就我喺度猶豫緊，我應唔應該講咁佢就話佢而家有個好嘅partner，俾我嘅意會係男朋友嚟嘅。咁我想講喺我關於喺社工度得嚟嘅資料啦，或者一啲心理醫生啦，即係有咁樣嘅童年創傷，不必然你會係所謂即係攣定直嘅。咁咧其實男女都會，而喺男仔咧係有外在嘅摩擦咁喺電影度嗰段對白我都係呢個根據我真實朋友佢嘅説話都係11歲嘅時候咧，係即係某種外在摩擦，然之後令佢所謂有 emotion 嘅即係咁就並喺個電影裏邊並我冇心話佢因為呢個行為而導致佢將來嘅性傾向嘅。咁我同阿 AK 講呢個角色嘅時候咧，我就嘅理解咧，其實佢就喺人海苦海裏邊即係飄嚟飄去嘅。咁我哋大家就互相揾到個水泡佢同阿二嘅，然之後就觸發咗佢嗰種感情。而電影安排咗咧就係一個男仔啦咁嗰個即係我呢個就拍到係一個同志戀人啦咁其實如果以戲劇咧，以前有部戲個同是天涯淪落人
就亞倫亞堅斯做嘅《Hard Is a Lonely Hunter》，佢就兩個落難嘅，但係佢兩個男仔，套戲冇 suggest 佢係同志，但係你可以係睇到同志嘅感覺嘅。咁就呢個就係搞個劇本嘅時候嗰個思考同埋點樣用真實素材。多謝晒大家 ，thank you so much。咁啊，我哋係咪都同大家一齊認真合照好嘛？好 ，thank you。咦，不如我哋係咪好嘛？出面見 ，thank you。Sandy，你洗晒衫未啊？